今天前段时间进那个小鸡已经开始抓到山里面来了，就在这个鸡棚里。然后这片山，然后这片山就是后续给那个鸡到山里面活动的深山野林哦。现在正在在那个下面山脚下的保温室里面，然后拉那个小鸡毛上来啊。这个鸡棚已经整干净了，这边的小鸡。前几天烫了鸡嘴，现在放到山里面来，慢慢适应这个鸡棚，然后放到山里面活动了。那边是个门。3000个小鸡全部拉上来了，密密麻麻。